我第一感恩咧，我哋有國家，真嘅。如果冇國家，好慘，係恩典嚟嘅。我哋唔好視為理所當然。人生嘅優次、順位同埋最優先、最重要把握住嘅。咁呢一啲呢，就係喺生命樹種子裏邊呢，我哋好想栽種嘅，亦都喺今日佢哋着嘅呢一件畢業袍嘅顏色上面呢，已經表達咗啦。金色、橙色、綠色係代表先神後人，在大地。阿們。主啊，你賜福俾我哋每個人，有屬天嘅智慧帶領我哋嘅孩子，每一個父母所需要嘅一切，天父爸爸你都供應。祝福我哋嘅學校，每一個家庭、每個家長、每個小朋友繼續往前行，喺你嘅美意當中繼續經歷你豐豐富富嘅恩典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